后来继续来看中华有一对龙凤胎。当初这个妈妈早产，两只孩仔出世的时阵只有629公克，是医护人员全力来抢救，才来保住性命。所以厝内底对两只孩仔是安尼惜命保年年。两只孩仔今年5岁了，开始读幼稚园。这个弟弟为5月份开始身躯有乌青，爸爸妈妈来追问，姐才讲是因为弟弟带热泪去互老师甲念的。爸母真生气，告老师伤害。也毋过幼稚园讲，老师无念囡仔，可能是囡仔家己身甲跋倒去弄乌青。教育处已经介入调查。5岁弟弟的手骨、大腿拢有乌青，囡仔妈妈问伊讲安怎受伤的，和伊同班的姐姐讲去老师念的。很清楚表达说，他在厕所的时候尿裤子，老师在厕所捏他。妈妈听到真正做唔甘的，因为这对龙凤胎姊弟啊，当初是早产出世的时阵，敢若只有629公克，就无简单才保掉性命。因为他当初脑出血。然后我从他11个月的时候一直带他做复健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不敢断。小心保护的宝贝，唔那是可能去用不当管教，更加让妈妈生气的代志就是，老师还阁捌伫网络顶讲讲，因为学生伤过济，还阁照顾这对姊弟啊，伊感觉足忝的，家长要提出告诉，幼稚园这方面都无承认。任何的孩子都有可能在碰碰撞撞、跌倒啊、跳来跳去啊，游戏之间都有可能受伤。跟我们老师讲说，体罚绝对是零容忍的。幼稚园这方面讲已经有回信了啊，而且嘛退回学费，搁互因慰问金。中华教育处讲会马上来调查。调阅我们幼儿园的监视录影系统，那目前是查无有儿虐的事实。但是囡仔爸母坚持讲要提出告诉，教育处讲会将影片交予检方来调查，而且会进一步了解幼稚园的老师和学生的比例，敢有违反规定。